我想时宽，后上开上鼓，你哇开卡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圖書中中國強下來同後生人打在鼓了。聽見顏色進來見睇，唔過咧有想是做些家下行開一生去玩先咯。一個時節，通常有啲人會知道有啲故事，唔過咧有啲人是當下按嚟嘅感覺哦。到底一生人生法，一生人做些咁天出會知道故事是目的。咁要了解後生人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健康養生來享受一生人嘅生活，共享分享。之前老太家手機都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速度委屈就會吃到這個冬菇絲嘅阿志怡。為誰辛苦為誰忙？哎呀，都不認真祈福啦。人先告狀。兩姊妹真係丟，每年都丟嚟丟去啊。對，罵來罵去。聽醫生出來手機下夾嘅假面姊妹盤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咧同學啲下班過後，一生人啲充滿順風，肯定上司吵吵鬧鬧嘅阿英子。大家都比較坐到同門當過跳下。冇咩，按你擋避下，冇見坐到重門順。係就看太家吵鬧啊，一生人。扎希子，那個扎希子。一生人提到重門順哈，我覺得他好像《尋路寶貝》裡面嘅嗰隻跟蹤狂哦。有。當丁人講呢，哎呦，好嘞，好。第三道老師叫做阿路易。大家好，我係平常時唔會吃到古絲，不過失戀嘅時間就會吃到自家當菜嗰個阿路易。失戀係將手瞬間。冇啦。古時候見咩關係啦？關係。知知道老嘅手機對阿燕鳳。大家好，我係想講無碼嘅事情係做唔得，一個人做緊煙火。無碼事情做唔得，一個人做。無碼嘅事情係做唔得，一個人係冇錯。那你去哪留節目你選我？好，強他啦。一下你就被人家動破，沒有？人家是做唔得了。你看一直又欺負人嘞。是煙哦。即係懂聊調嘅阿燕子。聽晒老師個阿比倫。大家好，我係千禧房一生人，唔過呢有上司啊，有冇知道一生人有一系列感激嘅理論？冇得你一生人用曬嘅。嗱咩唔掂啊？就知道有冇講嘅。剛上一下，好像他多少他有樣。哦，前面老師手機度啊，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同好故事，我係鄉書故事最好表演一生人，我哋一生人過嘅小鳳。喺鄉書一生人嘅時光，某一種太太咩冇去扮演，冇我扮演愛演 N 啦。有你衰冇啦，好，大家講到按度吼，唔過正經來講，問下大家，知道人嘅生活地度吼，家講到嘅有人去考古事，上個鄉書故事，有人係有人做盤家下上個一生人。冇人做盤，要上喺兩生嘅。你睇人盤啊？嚇，睇人盤嘅種嘅。來問下日常生活地度，知道自己嘅心目嘅長度，又講心目嘅分數有幾高，有幾多分，好冇？1到10分，10分係懂故事，你知道人當日大概時間，不管哪樣是懂故事。阿志怡4分係寥寥嘅故事。4分就會知道，因為10分係追故事嘛，跟5分係懂昂故事，跟愛知道故事。幾多路懂昂懂故事啊？懂昂故事，跟4分係用埋嘅。其實公司才發現係有啲鄉書故事嘅人，不過有啲較特殊嘅情形，比如講本種白欠欺負啊，係條路認真啊，罵啥欺負愛知道懂委屈啊，係條路得好，去家今年啊，讀到乜嘅事情愛知道懂聽嘅法，就當上嘅有人做嘅批判，有人做嘅意思，這樣子就較特殊嘅情形，就會知道去家懂故事。就知道這下書都委屈㗎。係，當出嚟講。望人啲愛奶你，你知道俺有冇愛才過？俺都帶我是為誰辛苦？對啊，我生來為了被人欺負嗎？對，沒錯。你講乜事㗎？一言冇有冇？
阿美倫冇想到你咩係師傅冇錯，好朋友而家講啊，做埋會係師傅啊，應該攞佢窮樣，因為5分係東岸故事，講係要知道，要係6分要講唱故事，要冇按故事，故所呢4分差唔多，東岸故事再少一些嘅按樣，做埋係咪按樣呢？你係古時呢？你係古老呢？難剔頭呢？真嘅嗬，跟我講冇啦，但係即係有啲不平，就同那乖乖冇相，就冇清楚按你下張底哦。太敢做欺負啊！出來當員工。好啦，嗱，即個呢就係講平常時嘅，唔管係出來做頭路以後啊，亦係講學生嘅時節，大部分其實就會13年生活。故所呢轉到屋企後，唔講做乜嘅事情就會13年。又叫佢就會知道，又唔係講當故事，因為大概就自己13年做未，就關嘅。唔講嗬，講實在啦，你當你下班，亦係講編好以後呢，當你呢拿一隻片檔下邊，好，各位呢個天路打開來，就看見天路安尼景色，你就想，哎呦，我一13年做按樣哦，有冇帥哥？咩犧牲嘢喺個畫面就是想看呢，365年假設做按呢，旁邊做模擬唔會上餃子嘛，很帥哥哎，香港唔可以哈，王小鳳結黨相愛哦。佢當上嚟，可能講13年班是有配人係嘛？哦，安尼一爽快哈，嗰時候叫佢只會知道，哎呦，安尼一唱一彩歌，嗰時候我最講知道跳哪乖乖，所以你係故事也係冇故事，我們冇辦法去就確定。可能365天啊，上個一般的時間有你平吃飯，不過一般的時間上個自家13年吃飯，按你請好，按你請好，那應該講控制的，我上個13年做13年，有人皮做有人皮啊。你上個做盤啊，你想有人做盤，不過唔似冇人。係冇，做緊人人做盤好嘅。咁我係爭啦，咁我係爭。佢唔判的，佢唔判的。來摸下第二種人就是那個強人大天地，有上司。我來都上愛。對，馬該就上愛，那有可能按後盤。係啊。阿燕子7分按過呢。唔係啊，因為我看到一題嘅時間係唔對下馬嘅書。下一時節知道去搞當故事。冇，切嘅係我嘅幸運書師，古上係上過下切好嘅。好，挨摸。係啦，係有咧，因為做人力按你藝術工作者啦，平常時節就想要教文強啦，教文強就係嗬。萬人皆醉我獨醒，古時候我下班過後，我就動好啟動我屋下嘅寵物順風，啊，因為我帶到個大馬路順風啊，對面咧都好有一家熱炒店，下回就會食嘅滷肉飯，當面咧就會啲嘅豆味嘅生乜椒啦，食到按你跳那興起，冇閒啊，衝過去啊，當快樂當歡喜啊，我就動好啟動嘅豆味嘅坤太噶，唉。喊菜歌呐，全世界就愛這遊戲者。等下佢就拿個師傅嘅大菜拿開來，下條人嘅名，等下來看。唔錯，我就想講，唉，有水咧呐，喊歐巴呐，我用要像公主一樣用嘅。你撥太懵嘅。嗰個我當中意故事，我平常時當時有故事。你係咩似冇人做盤嘅啦？啲啲生意咩頭腦怪怪。我下次係問題嘅7分意思唔係唔氣氛嘅長途，係唔係故事嘅長途。係啊，工作其實一本書上異性分度。哦，繼續下。跟你見過係一2分冇故事。呀，就係我都勁鋪地都嘅故事㗎。那不是太假的 Q 版。如果在現場哈 V 嘅有麥嘅有字嘅，佢當上嘅上書故事。唉，我諗講，我可以6分一下一隻箭頭往上 up 而已嘛。醫生係啊，醫生就乜嘅，冇嚴格嘅係6分，有嚴格嘅下就會變10分嘅小伙。唔係，我諗講，我有陣時候我喺提早有轉播卡，我咩唔可以先去講嘅冇嘅，因為安親班有嘛。我想去講。佢深夜做到可以變到6點，我絕對我6點半才去講。前夫咧按到張孫嘅房。我講到以後呢，嗬，我結送佢去彈鋼琴，係我帶佢去上英文。跳舞。唔知喎，一下有生意嘅時間嗬，跟13年嘅時光係要用錢來買嘅。我說我當享受，我當珍惜我13年嘅時間。係，真嘅嘅阿小鳳講係有人講，喺講有家庭啊，有咧尤其是生意行人過嘅時間嗬。真嘅，我用錢來買時間啊！你想喺點錢冇機會喲？你阿叔做唔得我有見阿爸爸當有錢，錢賺得多啊，真係當有錢，錢都係嘅事情，全係小事情。唔使病，我想攞佢送出國嘅。阿一望跟人散本係用買嘢。學生嘅時間居多啦。因為講其實我平常時冇嗰啲時常感觸到孤獨啦。喺有陣時想講，已經完成到背嘛，因為我係怕
喺烏卡嘅頻道嘛，一嚟到頭人吐水上講哦，烏卡人就該演啊，平常時嘅朋友該無限，係有嘗試一些咩成上講哦，是把古土噶嘅種感覺，唔過平常時係蠻好啦。我係想講一種古土嘅感覺，其實有嘗試係當重要嘅，因為安尼我哋參與國家正式同烏卡人同朋友相處嘅時間，係。最面係有一個比較難以啟齒，就係講，你不要看到我身邊嘅朋友都有那麼一般，那時候啊，起價就一個一個。所以現在真有嗎？是哦，還有這邊聯絡就像的啦，就像的，就像公安難堂，就他們的意思啊。冇，而家看唔師傅咩縫。就像就係通過到春天嘅時間會最好。沒有那麼誇張，係啦，就是想講，你咪看到，那些永遠坐在的時候相互扶持，感覺講那歌唱就比較不會那麼孤獨這樣子。某一天哦，有賞時候是相互扶持，唔後就會相互折磨，相互折磨。我猜從有一個單向一分眼就唔知乜嘅意思，你要按向書故事，按唔講故事。我真經講好故事呢，因為我知道我係個東西有自家嘅時間，還有自家空間嘅嘢。不過我有賞時。有賞識，有賞識當講故事，就是我失戀嘅時間。哦，失戀時間做乜嘅事情都做唔得一上癮。我其實我咩懂少故事嘅時間啦。意思係嘛嘅？佢冇把個空窗期，他隨時就有你啦。呀，這冇關係，係多個人，他就有補習量沒有，可以搬。嗨 V，訓練我先要獨立啊！我有排我才會向書古習，我才會想要獨立。對，這是另外一種想法。你只有量沒有？嘛個歪理。不過太大，你知道失戀嘅時間都會減，就是瘦嗎？會減肥。為什麼他強調誒？較瘦。我向書失戀嘅時間就會體重較強嘅時間，較瘦嘅時間。因為就會是較瘦咩，是較簡單啊。買菜咩會去家拿，就是比較快瘦。呀，就是講失戀跟附加失戀減附加價值，附加價值，失戀瘦身法。你睇故事嘅時間按分析，失戀嘅時間按咩有分析嘅素材。阿燕子，你會好起來哦。點啊？失戀減疲乏。嘅，跟你吃幹嘛嘅時間會吃到古時？我去幹嘛嘅時間，我當向書古時呢，因為我知道講古時啊，我本來啊，當有能量嘅感覺。有能量。係啊，一本我知道睇歐巴那有可能。我知道嘛嘅時間，阿燕怎麼知道講古時？就會講。很其中唔得講法噶嚇。有一點我真是冇辦法接受，就係咧我有一步嚟嘅時間，拄好後兩個唔爽快就寒到咩，我完全就冇辦法講翻啲，係要當上我講嘅時，我朋友講唔掂，冇講，你後兩個唔爽快，哇！有想法冇辦法講出來，用下呀，比手畫腳啊！係啊，全世界冇辦法談到我嘅上癮，就底下世界嘅故事唔知喎。幾好聽嘅冇啊！一聽就會講翻出來。哎，我知冇偏，其他有偏。那當上我講，講唔出來，冇辦法，嗰種事我欠憂鬱症呢，係啊。好，你春末症，後代冇講，你講出來，大家就春末症，凍酷呢？阿水鳳來講下，乜嘅時間真嘅會知道凍故事啦。我喺13年吼，啲嘅就溜數據嘅，也係我當向書嘅時髦。好，大家有講到嘅乜嘅，要去抽水啊，吼，無就係有啲客棧咩話有13年啦。不過我知道也最歐白。最下係乜嘅人冇？最下就係13年啲打撲克牌，你唔有看過冇？13年大麻雀。13年咩？13年打撲克牌，佢係13年洗牌有冇？發4年分，結果出家到4年分啲牌全部排好。你就搞個大老二。係13年大老二，13年到排七，即係接龍啦，零分夠啦。係啊，有啲我真見看過，我看到佢阿鳳把30年過後，我抽年來四國坐。講到我沒想看做那條事情為故事，韓國故事咁聽錯係唔好嘅事情，兩下先進團後生地下法，等下再嚟繼續嚟睇下，聽下大嘴鼓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下位，你要中意自家13年嘅身份冇啊？今日係老太太分享3隻老自家13年就關嘅下位了。第一，孤單，故事。自家13年上下會知道當故事。第二隻，享受。
有的人當享受自己生日嘅時節。第三，學習、學習，大家都係學習，讓班去老師家來相處。希望大家學會了，後生地下會長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共嘅節目現場。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，知道人嘅日常生活地度，人嘅節目嘅比分有結果嘛？哦，有人係1分，有人差唔多係講6分到10分，來回。佢有嚴格喎，哈，還有你7分啊，就會變成圖片，就按呢。從愛門順開，這個是他聲音哦，係他聲音。7分沒以為 lucky 7，沒有。佢出門要管好些了，好，冇聲音最下去。有紗窗啦。我沒有擔心，我擔心樓下的人。終於加速度。唔過講真嘅哈，有一個調查就發現到美國哈20%嘅千禧世代，這種 Y 世代，猜從大部分係 Y 世代，有以上咩 ？Y 世代就係Z 世代2000年以前出世人都 Y 世代。竟然喺路來定，係冇錯。這些咩？我係講嘅 Z 世代，就 Y 世代人哈，佢發現咯，呢條 Y 世代人有30%，20年嘅人講哈，佢哋冇朋友。韓國有30%，亦其中有30%講佢哋接送嘅吃到當故事。你老嘅2000年嘅樣時嘅訪談相比，你20年當中嘅嘅朋友，真實生活上的朋友，2000年的時候是2.94個，就13年有差唔多3好朋友，不過都也下發現到爭存到2張，又係少子化嘅問題。係啊，少子化嘅問題啊。少子化，你要請到3朋友咁有按困難，除非你會忘年之交啊。沒做得啦，做嘛做唔得，傾做得。冇那同理論就會忘年之交嘅。咩啦？就意思講，到你嘅網絡下發達嘅時代，電動人嘅平常日常生活，冇去接觸，真人的朋友。點都哈少，而且真的有發現，多少說，他們在網絡上交了比以前更多朋友，但是現實生活上，真正的朋友點都變到哈難，就全部點讚的朋友，不過第一團就問大家講，唔知道，冇聽說有做過，唔知道假設係唔做呢條事情，知道。聽故事啦，愛冒險啦，愛做唔得按做阿美倫那條事情。其實我有寫出5項啦，吼，唔講像開刀啦，也去遊樂園搞了啦，出國去搞了啦，看棒球啦，看野球啦，吼，也係講嘢乜嘅哦，跨年13年咩我知道當故事。不過一條事情有啲人係有做過，有啲人冇做過。嗱，先講一陣吼，嗱，知道做乜？知道去遊樂園吼，做唔得13年，如果知道當故事跟原因，吃上看咧，太講菜歌咧，你比如講去做嘅元宵比賽咪吼，都係大家朋友一然係嘅時節，你旁邊冇人，唔知冇人叫下鬧你你嘅所謂真係火嘅。嗰個係要加上去迪士尼啊，一係講加去講環球影城，你會帶乜嘅髮箍啦、電影下嘅衫啊，吼，睇下兩姊妹去上啊，將電影下，然後講13年係帶電髮箍啊，吼，電影下去上電咧，因為冇朋友好分享啊，你做13年電影下，你做冇朋友，你知道感激嘅時候，咩冇人好。今日就聽秒電影下來啊。好，各位繼續好來講吼，大家都點解出國當多擺咩？佢做乜還會寫講13年出國，還會寫到故事，係因為講假設你係笨蛋，自家冇辦法接受13年生活來係搞了，也係講吼冇勇氣去認識陪人互通嘅人，這種陌生人來互動的人，你做冇辦法13年，因為你做會知道出去就做當故事咩？因為你冇辦法元素咁樣。係對我來講，我唔會因為我係喜歡人。西粉，大家有下面還西粉，但就是好像5分埔，他走，他住4分埔，西粉沒啦。我講我有西粉，古時我做得原來一些嘅故事，古時我將我接上出國去搞了13年，嘿唔做唔得13年出國。其實講埋結實量啊，你要記得西粉人啊，一係重點啊。嘅意思就講，嘿講唔做得接書講，你出國家下，你看到哦韓江，唔過順風無人，然後你分享，你沒做得接書啲中意呢。韓國佢13年出國，咩做得翕相翕到正呢？係冇。嗰個呢種人就懂識下13年出國去了，唔過我看假順風嘅陣啊，大家都寫按到，你用張寫3張。因為佢係9分人。簡單來講吼，一條事情全部13年做得。
啊，有的事情讲唔得，我所做唔得写。哪条事情讲唔得？哦，那就会谈讲唔得嘅。有的西单人吼，有的捌唱歌头的事情讲唔得，嘿。我件事情我听过头。好啦，我在每人以为啦，爱上些。唱困难的事情，咱就讲唔得，系冇？啊，爱唱歌头的事情，爱还较讲唔得。中乐透。係有好空啊，愛要唱好空，愛要講唔得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跟你講得啦。找小三啊，找小三。梗唔係嘅，唔係你講，係有得條路淡過嘅，太事做唔來，啊小事情又用唔動唔得掉，咱有得講咩無效，錯嘛？用啊，嚇？搶銀行啊！即唔知係上喺度，咩嚟？真件世代也好，一聽話有得嘅事情，我自家藏在心裡講唔得咧。誒，跟以後講私生子。講得咧，跟你講，講得就係做得下嘅。有啦，佢講唔得，佢嘅都市有佢睇啦。哦。刚阿 Cell 冯的意思就講，我們都不是他可以分享的人。哎，你可以給個朋友。那條全部可以給他朋友。以後不要找他來了。啊，啱馮來分享下你現在那條東西，知道那條做那條事情會懂故事。其實有條事情係由我自己出發點來講嘅啦，因為我第一個想講嘅係朋友無限。你其實有一班想講係前嘅睇特別特殊嘅朋友，嗰陣時就大家會破線動嘛，就看到佢就嗰種心情改唔好，喺想講啊，都好捱嘅是有限嘅了嘅有限，喺想講係情義了。咁你講我出來捱嚟打嘴鼓啊，捱情義，企到喺前面又企到台北，捱對台人企到台北咯。你就講冇啦，捱就改佢唔出出嚟。你講捱搶食量嘅好冇，捱嚟出來啊，真打嘴鼓啊，我已經這麼卑微了。嗰種言語敷衍，其實係唱歌跳舞，唔講冇啦，其實真正我來記住企架個舞。我整件條褲，即係整件條褲，可能心情唔好啦。你就講。哦，就冇出來，後來就整件冇出來，想講哦是把故事，我約他約不出來，又唔出來。就連個唱嘅聲佢都冇。對，有點那種熱臉貼冷屁股的感覺。係啊，像我這個當吹歌。啊，稍來講一個落水田，可能大家會落水田上講，這個已經係當故事嘛，落水田嘅事情。唔會嚇，落水田就冇出門嘅啊！我出門嗰時候當故事嚇，可能我是南國的孩子。你動意係冇？可以實現呢個動意拍偶像劇嘅感覺。冇，因為我一落水田就當故事，再來係嘅都爭唔向望嘢來追啦，即係邊係幾多副卡坐過叫佢踩嘛，一坐過天就會轉火柴，嗰時候古天都唔掂唔中，先唔掂唔中。我想講睇副卡，雖然係副卡離火柴條鬼缺啦，不過想講一望嘢來追翻啲把故事。結果係同一方面咧，所以3年定貢茶要嘛，係貢茶健康嘅水係執到鼻水。3年含苦樹又唔驚氣喎，你喺學天人係冇？我難吃到周的，因為你想睇離鄉配醬嘅那種北漂青年，不管是北漂或南漂，就一3年賺到自家家鄉家嚇，還自家賺副卡，就算係查條離岸副卡，可能就300公尺天天，整件300公尺，還要自家寬的行李，說你按採購。係啊，都冇影響啊，就會推行，阿總固定啊，推行單體咧。係啊，古種還有其實就呢條，好冇？我最明嘅就係貴婦卡望完啊，就彈槍苗嘅天天。我嚟講一副卡啦，可能阿仔同阿妹出去上班啊，佢多副卡就望完，咩10把故事，怎麼這麼憂愁啊？他是少年不識愁滋味。對呀，真嘅呢，對，誰事情？少年維特的煩惱，就你那種顏色，將會有按鈕嘅感覺。有陣時都阿峰八個顏色後，你就抵後，有一轉到副卡一曬，我妹冇朋友，哎呦，愛死50歲，3夫50歲。我北漂，係冇？你真還不懂啦，真嘅吼。阿燕真來講一下，你知道1、3年之後那一條事情會知道真嘅懂故事。我這種下嘅真是係同學哩，咩係一般人想唔到嘅啦。其中有一項就係面對死亡，唔過一件事情唔係講自家嘅屍體咧，係講面對不可人離開一件事情。嗱，有一擺感受到10分故事嘅時節，係我媽媽離開，嗰兩時我係啲咧讀書，當日阿妹離開，同學就會愛那人講啊，冇去腳啦，冇去悲傷啦。唔過按人嘅悲傷係愛人當然去理解嘅，冇辦法感受，係冇辦法當然去感受啊！啊好得咧，我媽媽吼又本來2位阿姊，啊3下鄉下嘅時節就會來講到嘅阿妹嘅壞話啦，吼講到阿妹嘅唔好，就有啲嘅地獄梗，啊3下人就應叫又應笑。我就提到講，原來按你嘅故事真是愛情到對嘅人，我就嗰兩時啲學講啊。
某人有办法来去分享一条事情，来去理解我嘅世界，就会贴配故事。有上，因为面对那种尤其係城市嘅議題，尤其係不抗人啊，不抗人離開嘅事情，其實吃到有上時會需要一上癮，慢慢去分時間消化，因為這些事情，我跟老太太講，真嘅沒有辦法，你就一輩子，你喺講面對這樣的事情，你沒有防範啊，就你先這樣，安尼就冇面對。Hello，前戲係咪意思？前一秒鐘嘅目色減快跌下來咧，下一秒鐘兩腳上天呢。哎呀，實在哦。不過大家下來按到就你因為假設，就是先假設嘛。不過真嘅有去做到誒，阿女那方有去做到。我全部都有去甲做過，因為我當好故事咩，我一上年去買菜食飯出國。給帶叫我去散步，我都動做的。而家全部都懂見。係啊，遛狗有乜困難咧？我老人家都講我失戀嘅時節，一上年做兩條嘅事情，真嘅會知道懂才高。因為你 Q 他 Q 嘅失戀兩大事情。西方全部就用失戀兩大字都會記。我是懂故事。失戀做乜嘅事情就懂故事啊？係啊，其實真是真嘅愛講故事，因為我呼吸都很故事，呼吸都很故事。真嘅，我就是嗰兩時我就會想講，我係唔係就是真嘅冇嘅那個呼吸有人照顧我，我就會動唔好嘅想法，嗰兩時啦，食早飯咪叫子啊，再叫我。你都可以重溫嗰邊寬帶帶下給你。我講我跌下去。如果嚴格，如果記了下有人做牌。係啦，激動幸福啦。我係真係理解阿女嗰種心情啊，因為從我要下到一個人到跨年啊，我記得有一年啊，我當年跨年嘅時候就同人耳仔傾下，啊有一年我因為做事無閒，冇辦法轉去脾氣，啊一上年啲台北掛吊燈啊，我就想講我自己上年啲兒來同兩隻貓嘅安呢，應叫咗，我一年要高興咧，人就懂故事。啊，幾種事你係一生嘢嘛？我唔係我同朋友傾下，唔講我雖然同朋友傾下同快樂，唔講我就你想到眼耳仔，我想到我耳仔就我就掛掉的，嗰時候我啲11:59嘅時候，我就夾殺打電話本記，我就上智商啊，再同佢傾下，4、3、2，喺打過去，結果我就講，哎呀，做乜你打過來啦？我叫你對劇啦，真精彩，你吵到我咧。世界上最故事嘅事情，就係忘人做你理解人嘅故事。真嘅，失戀真嘅。我哋兩姊妹版都係輸咗。失戀姊妹版。我冇失戀哦。全世界最古時嘅事情，就是單槍唔去講故事聽聽，聽你就知道你都沒乜嘅東西，係冇？你懂故事聽，你會知道你沒乜東西啊。你是不偏嘅係冇？哪有不偏係記？好啦，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你知道對人嘅想法地圖遇到哪項事情，你會知道當故事還有哪項事情係絕對無法度一生而去做咧。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向下嚟打嘴鼓了。慶祝情人節是澎湃嘅時節。非法可以上演，就唔係慶祝啦。還有，去遊樂園中的一上年嘅遊樂園，還有中的一上年打嘅掉毛球，還有一上年嘅長太熟啊。一上年打掉毛球，你講你做咩即打過來？其他講嘅係非法。還有一上年嘅6人3腳啊，一上年騎嘅協力車。歡迎大家到到嚟後上台上講節目現場，上一團是問過大家好，你自家認為講，喺講呢一件事情，自家一生人做，你知道當故事嘅故事排行榜，每呢一篇先老大家分享一隻誒，咩係一個調查，就 BBC 到2018年嘅時候進行嘅 The Longest Experience，這個乜嘢人都故事嘅體驗嘛，你知道哪啲東西會知道當故事，佢訪問嘅全世界有237個國家咯，地區嘅人咯，差唔多佢問到差唔多哪啲事情會俾你知道故事嘅，第一隻冇俾人了解嘅世界。哦，呢項事情就捱地聽聽，像下講捱速度太長，冇法度讓人分享，咩係一種冇俾人了解。同大家分享啊！叫人哋食飯，等人哋聽就揾冇陳念鳳嘅嘢就係你。哇！第二隻就知道俾人獲踢，比如講分數啊，失戀。
你講副卡可能拄到那條事情的時間。第三就講唔拄到困難，唔過你發現身邊一腔冇朋友好頭呢。結果你發現全部係用路行嘅朋友，實際上而家成班地都簽到冇真勁嘅，全部係傾真嘅朋友，係全部都係傾真咧，啊，全部都幫你傾笑臉聽聽，然後你發生懂採購事情，還會給你笑臉嗰種。根本就冇可能用。哦，再來就講，知道你老我輩世界一腔冇嘛個管理是，一腔好像冇連結，冇嘛個連結，倆一腔係倆下現代世界嗰種 Y 世代跟 Z 世代，特別啲用路行會有拄到按樣嘅情況，因為用路行嘅世界聽。科技嘅問題啦，科技懂發態，係懂鏡，你就睇唔到時態，睇唔到呢個時態。佢阿英真知道講，假使真嘅一生年，我去做一項事情，絕對冇去做，因為我知道我冇法度。我做也真是係同理性啲嚟講哦，很多缺山，還個潮水。因為有啲人呢，就想講哦，我一生年潮水迄個潮水池有個潮水啊，去海釣度、地度嗰種太刺眼嘅，有人就想講有危險，係冇冇？錯啊，你啲一個泰山度，假使你發生乜嘅事情，啊，太是講你會。你係講小聽，唔係講故我事。講潮水，迄我以為有你讓你細聲。唔係啊，我做也係正經嘅，因為你啲山度行啊，你發生乜嘅事情，鐵也大送沙鼻子眼，還會按到上你同你喺山邊就做坐直升機嘅。係啊，一個直升機動貴呢。不過佢講嘅咩有樣，係講唔就一生年去騎山啊，又係講去做嘅條嘅極限運動嘅時節，吼，有時唔就一生年做加下。確實會有點危險。係，你做得去台灣森林公園，你冇去去玉山，啊你跟凶山做的，凶山做的一三年啦，做的啦。還發生乜事情有配你們天數？你懂，凶山搶鋪頭聽聽呢，做得啦，做佢得。安生，但是你食飽飯去散步嘅聽聽呢？係啊，冇算你最係主要就係講吼，人無睇無人啲啦。哦，佢最古時嘅事情就係，佢阿魯然知道那一條事情冇法度一生一做。啊，所以有動到冇法做一三年做，像迄個慶祝情人節是澎湃嘅時間。你發給你上一就唔係慶祝啊！還有，去遊樂園中的一三年嘅遊樂園，還有中的一三年打嘅吊毛球，還有一三年嘅中泰手啊。一生年大條，再多你做嘅再打過來。而家講嘅係邊單嚟嘅？還有一三年嘅六人三腳啊，一三年去嘅協力車。係要請到一個甜呢？對啊，啊，魯豫呢一團做的健談嘛。上一天吃到飽，點雙人套餐。一三年要做唔得大隊接力。還有一三年中的去 KTV 唱歌，佢會輸兩三年嘅錢。真嘅。你都很做得，因為有懂到因為一生去唱歌嘅啦。係啊，有錢就做得啦。阿公話就做得。用錢來買時間啊，哦，用錢來買豉油就做得哈。希望韓白大家都有做得安尼，用錢都得買到豉油吼。啊，自然知道一生年絕對做唔得，去做兩件事情。我講嘅啊，亞亮紅應該阿小鳳都做得，條錢呢就係一三年去食嗰種泰貨王，還有食到飽嘅東西。是講一生年是鴛鴦鍋係嘛？對，這顏色一上癮咧。因為你看佢型誒，就知道做得。我見到個停喺幾上癮有冇？其實都係我係對負擔，我是個試過嘅。因為我知道食嗰種泰貨王，唔係嗰種呷哺呷哺。泰貨王我知道唔係講愛食亞雜東西，當然係你愛食東西，唔過我知道亞雜充點係高場。係迄種大雕絲嘅高場。你叫下大嘴骨啊，食嘅時候講哦很好食，佢就講哎呀這個都好食。佢愛係我為你，你為我。我沒有要為來為去，係同朋友做做的，你就講啊，當好食有人做的肥，係享受嘅咧高場，睇下叫下食美食嘅高場。跟住我就係講，因為有的會食到飽為傳統啊，你還沒時間一盤一盤的來，你青菜一盤，跟住按太盤，我可能食到一半就是唔得的。因為佢味就會調味。係調味，嗰種我知道阿小鳳都做的，我係真嘅，我知道。佢係太香味。真嘅，嗰種佢完全做，唔過我就係加下阿魯有講到嘅，就係一三年去唱歌，因為我知道一三年去嗰種包廂啊，真嘅佢會算包廂費，我知道算唔貨，你嘅客家精神，做唔得按樣做。對啦，客家人唔會一三年去唱歌。真嘅，因為台灣佢少唱日本嗰種單人包廂，你就算講喺我輩聽人種天花亭。
種嘅 KTV 咧，唔過幾當貴呢？係啊，真嘅，其實算一數個誒，韓國唔就是那種10分鐘嘅狗啊。係韓國唔啲唔免錢嘅上用係要用酒精然後燒脱歌嘛，唔過唔啲包上嗰種會用棉去邊哦，嘿呢。那耳機裡面不知道這個細菌都多少呢？種都是愛咩唔敢自家上去做，故說愛寒酸蒸熟啦，因為你自家就哎，懂蒸熟啊，迄鴉片鴉三三，點解都追蒸熟咧？你懂蒸熟啊？真熟啊，係咁明星你咧。省長下去熊大。高有心嘅呢。阿生逢嚟講，他知道那條事情絕對做唔到一上去做。假講喺創國，除非講喺聽校啦，冇就係油片啲冇，一上去創國。喺愛知道做唔到一上去咧，係乜嘅？朋友，朋友，朋友要先做乜嘅事情？生字批，衣服，要小貨攤哎。一上去啲小貨攤，哎有方面嘅事情用做得一上去做嘛？係冇？你喺幕唔好，係冇？因為你係想一上去做事情啦，有上是上一上去小貨攤上嘅事情，哎，他情緒一來，輸會變多，唔俾變。都收新聞了呢。係啊，我說一上去絕對心情唔好，做得做冇小貨啲攤。戶外啊，戶外就唔。哦，係啊。有啥時候？老師誒，我你靠用小木炭喺頭室內小誒，你靠用木喺頭木炭頭室內。所以講咧，就會心情唔好嘅人，一上去古時噶哈，你會帶入那個情緒啦，你就鬼上你跌落去嘅。冇關係，真的不要這樣子。係唔可以唔放心。大家幫兆峰那個大哥，係絕對唔可以。哦，嘅阿 V 論。一開始就講到一上去這麼的娛樂。嗱，一講嘅撤退唔係冇講係有做過，起碼嘅呢就係娛樂園。做乜呢？因為係發揚客家嘅精神，人家講客家係乜嘅生錢嘅精神。嗱，嗰樣時喺韓國搞了啊，嗰樣時就有賣嗰種套票咩？就有送嚟嘅遊樂園嘅門票。嗱，都不去白不去嘛，嗱就去嘅，哦去嘅就看到啊摩天輪很好高哦，嗱就坐上去嘅摩天輪當高。嘅包廂就一上年，一上年，講係要動鏡講唔掂啊，叫嗱就動見狀，模擬好輕，見狀模擬好見狀，樣辦嗱上到咧，嗱打電話俾我台灣嘅朋友，嗱就講而家片係講翻5分鐘，嗱到天面空，嗱就好咧，嗱就攞佢從蛋糕啊，講到大下，嗱就講好係講慢咧，好拜拜。這裡面殺氣㗎，真係講見狀，因為係上年講法，真嘅係有片嘅。真嘅。他一般打電話俾我，身上錄影度好做一些。然後講，你認真好冇按好食天飯，冇一天嘅，其實等於講緊都係電視嘅。大門我睇你情義好冇？跟捱過你可以啱阿彌陀佛。阿啱逢嚟講下，自家一上去絕對做唔到。其實頭先講話，其實我頭先有講過係自家想講冇嘛，其實前係做唔到已經做嘅嘛。唔過大家舉人都例子嘛，就想講可能我自家喺下單場去嘅協啲查做唔到嘛。係其實嗰度先做唔到。唔過係因為講嘅意思係講，其實阿媽有嗰度嘅送亞嘅模式啊，就講雙人套餐有冇？情人節雙人套餐，聖誕節雙人套餐，想講係已經研究懂吹講未？唔會啊，啲雙人套餐係一上去懂度。係啊，不過就這種商業模式啊，不過他想講，會不會覺得自己一個人懂吹歌，就有點內耗，有冇？嗰種人想講，一下就係有盤嘅時候就會整下屯片嘅相處嘅時間，已經嘅時候就好好嘅從事設計，先係一個想法。我不會嘅傳統太體就會它有自己的固定模式，係用一上人啊、3上人啊、5上人，咁就會有一上會落單啲嘅，係就你唔會按樣嘅。他懂得單人嘅呀，有單人燒肉啊，單人。可是我覺得老太家窮下來，我怎麼還要去搞一上一手鞭死？就是說，我是怎樣？我是真的很賤的人嗎？還是怎麼樣？我是什麼很賤的人？我怎麼那麼可憐？我還拽高呢？係啦，太家想一下，太家講到按到故事嘅事情，故事咁天窗冇好處咧。等下再來繼續嚟太家窮下來打嘴鼓了。阿小鳳嘛，大家都知，雖然講佢哋一槍冇寫好，你冇可能爆片，冇咯，冇。踢炭啊，識卡到的。人家你太用到嘅啦。我是任性。人家做乜人講係成功嘅喜悅啦，而唔係真係人講係用嘅傳承。歌場係乜嘅？古時候一辛苦嘅係一上人嘅歌手，我享受到嘅孤獨感，又係成功嘅秘訣。跟人家成功冇？嚟呀哈，冇人講。佢係一件真成功誒。歡迎大家都到嚟《好上台》相關嘅節目現場，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知道。
对你来讲啊，真嘅虽然讲基本讲都按照古时嘅事情，不过切对做唔得，切甲一上去做，有人讲嘛个咸绿茶啊、羽毛球啊，你做不点诶。比方，讲比法，佢唔是讲汉啊，唔是讲係冇。唔過唔過你係團山本體啊講，佢基本講按到，伊唱係較負面嘅較多，因為即個一上可能哦。懂得負面情緒，懂採歌，懂甘苦，全世界眾人皆醉我獨醒。怎麼有人去把自己比喻為是怎樣？你是屈原是不是？对啊，按理開。沒關係，我等下把你投入汨羅江。哎，冇關係，你片離個基隆河較遠啊。哦，遠啊。你基隆河較遠啊。不過講真嘅啊，你知道古時啊，古托啊。咁真嘅冇其他較正面嘅一種帶來較正面嘅效果係，嘅阿燕鳳知道古時咁有較正面嘅效果。真嘅有啊，其實亞上面有一個詞歸詞，好像都 me time，他有聽過嗎？me time 就是七個時間。me time，你而家上講英文客家吧？me time 七個時間。你用客家話講英文呢？而家談到 me time 嘅，me time，其實我哋睇楊翠啲過來，我就同我朋友開飛，然後看到幾個備忘錄裡邊有一個就是自我檢討。你說因為他台大的學生，就問過佢買個東西啊，佢講因為伊幾個學校呢，會問自己講，伊幾個做買個事情，買個事情係冇達到，買個事情係做到嘅，佢想哎呦，有個嗰種係個團結嘅對話嘅規劃嘅方式。吾日三省吾身的概念。係，跟同佢想講，幾個學校嘅想講，每一下次講嘅想講，幾可能係錄節目啊，可能係要臨時講客家話，想講次可能有個要做好，可能啱啱想講次冇進行運動，可能這個沒做好的地方，就有一個團結嘅對話嘅時間，沒做的想講審視自己有沒有過得偏離軌道，有沒有符合自己的期待，這樣子過程中有一個團結嘅對話，有一個規劃嘅方式，審視自己。係，那個分享啊。其實 me time 我知道董卿以前吼嘅曾志有講過一日三省吾身嘛，即講當然只要有一段時間去反思講，因為有那條事情係咪有做到？係講我今日做的那條事情，我知道我動腔，每天要給我自己一點。老師講講法，鼓勵的時間，係講當然就讀到懂甘苦的事，但是你還是要想想你今天有沒有讀到他好的事情。係講冇。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啊，你當以後就一直掉落去呢，越陷越沉呢，就會爆偏，就有可能真嘅會爆偏哈。像阿蕭鳳嘛，睇下都啲，雖然講佢哋一槍冇寫好，佢冇可能爆偏，冇咯冇。踢探啦，是卡抖的。人家係me time 聽到嘅啦。任性。就係來問下啲踢 time 聽到嘅阿蕭鳳，你知道？雖然冇看一個案呢哈，佢沒有做過編劇呢，沒有做過拖延呢，沒有做過演員的演。演員你今天講演員都可以做嘅好唔好？有啦，好重。跟你做呢條事情嘅時候，係唔係咩東西要自己嘅 me time？係，你唔好講故事，咩唔好講孤單。因為我寫劇本，我上嘅劇情，係嘛？我上嘅人物嘅個性，係戀愛，也係財主，係嘛？唔過上我。因為我寫呢度事情嘅，我上嘅畫面，人行過來，踩嘅試過來，碰上嘅叫畫面感，係嘛？一個有啲小朋友從認真安尼，哦，尿跳，追，啊啲見講法，你上唔到事情來做唔掂嘛？係啊，我經常見報啦，當炒嘅，所以我就會創意好冇？冇，一寫劇本留嘅創意，如果你講下一本創必死。佢創業咩叫用要創業啊？我想我做乜嘅條路，以搶高人，人家只會人講係成功嘅喜悅啦，而唔係真係人講係用嘅賺錢。歌場係乜嘅？古時候一辛苦嘅係一三年嘅歌手，我享受到嘅孤獨感，也係成功嘅秘訣。你也成功冇？我也嚇冇人講。因為佢享受過嚟到嘅歌場，佢哋下張做得吼，當然喊臭嘅。係啊，做太陽，做阿沙，你知道？我唔係按嚟講啦。有啦，杜氏寬有了一成功啦。哦，一眼就唔掂。咁陸源之後講，對於來講嘅故事啊，對於有帶來哪一條它正面嘅好處，哪一條正面嘅能量嘛？我做啲分享本太講嘅當享受故事係因為乜嘅？係因為我做啲安順乜嘅事情都做啲自家安順就好，唔是電影嘅同你討論係正經，還有嘅哦駕駛就像一三年出國。你切到都自家安裝人嘅行程啊、交通啊、血壓，全部都自家來，還有嘅自家安裝嘅哦，而家自家記得帶嘅
福州，还有不然就记得带货嘞。等一下，根本我喺播，等一下，讲讲啥无？非法无啊，Louis。去搞做很多事情就有成就感，题目料就会给自己懂得字面跟内容，出轨要自带护照，很有成就感，冲业嘅。莫言提醒你啊，莫言提醒你去搞有记得带啊，懂错呀，懂错。你見唔見去搞一上又記得失敗又做有成就感，大家都有成就感嘅基本嘅。係啦，講好係。如果其中一個啱家嘅飯場，假如講話 me time 嘅時間，見 me time 就講，我見面做完那條好事，我要記得帶福州出來。小湯圓出軌嘅時間又記得在福州去學喏，唔到小湯圓平態係冇？唔係，但係老太家講，細嘅事情就會本太家懂到正面嘅內容。係啦，就講，好啦，喺講見面，我帶到福州可能就沒有辦法出軌啦，咩係懂好嘅事情，機財限財啦，機財限財。都冇卡 me time。係啦，不過真嘅一生人相處其實吼，有人會知道講，相處然後一生人相處久嘅會有這個故事，甚至會出現有的會做個爭頭哦。不過有的現場會來建議大家講，喺講開始一個人相處的時候，獨處的時候會開始出現懂得負面嘅情緒㗎嚇，你可能就會注意，可能個按你過下去，會本身上去看。呢啲時間有當然會講啊，比如講你做嘢去透過人嘅投入。參加懂得嘅傳藝班，也係講參加咧因為現在社區很多社區大學嘛，團體嘅發通，去參加其他發通來分散自己注意力，甚至去到你嘅開嘴，我講出來，你身邊嘅朋友可能唔知，你其實係按樣樣嘅情況咧，吼。故說還可以注意一下自己，然後自己相處嘅時候，就出現咧就係負面嘅情況嘛。不過三後來問大家講，你要享受自己一生嘅。然後自己相處嘅時間嘛，阿 V 論。我知道我自己有算享受啦，咁嘛算享受，因為家有講到有乜嘅好處，我就知道一條好處幫助我，故所我知道我有享受。比如講有幫助我那條事情，我知道自己嘅成長、克服一三年處理事情嘅能力。比如講我一三年出國啦，比如講我過海關啊，要當按樣辦去過，因為大家無共樣嘅國家嘅海關嘅流程有一些你無共樣，可能會問你嘅問題咩無共樣，故所自己克服。比如講我係去飯店按樣尋到嘅位置，用行嘅也係乜嘅。交通安樣辦去，全部自己處理問題咧，自己知道自己有處理事情能力嘅提升，還有那個覺得是一種心靈淨化。乜嘅意思？你有陣時大概出去別個國家，看到當採購嘅人，啊一條人生活很辛苦哦，嚇你啊太熱頭按熱天咯，頭腦不會給做些，啊轉了看自己嘅生活，哎呦，自己過得一直不差哈，又做得發錢出國去搞了。故說沒有，就是個有些從米台都轉了檢討自己，哦過得不差安樣，自己能力有一些嘅提升。嗰個真實自己，真實自己。如果講其實自己嘅想法已經係雖然比上不足，不過比下有餘啦。就講其實不要覺得說自己好像一艱苦，因為比艱苦嘅時間很難蠻難做係啦。啊，因此你喺透過那個自己老自己相處，有中意那種感覺。10分鐘以內，因為我大拜下班當開嘅時間啦，就係變到出門順風快大下一啲嘅做法嘅。還有我會去，比如講旺嘅超市啊，買菜啦，還講去書店、百貨公司啊，還有一個動奇怪嘅習慣，將我動好旺嘅。我看到動上色，一三年啊，我看到比如講佢後背啊，嗬，有乜嘅成分，我看到動腰呢，哦。你說你要做嘛？做發福線上來啊！我覺得動認真來去感受來去做人生，我同冇正經嘅事情都嚟做嘅。冇啊，因為啲啊嘅高層地度，因為要動到嘅想法啦，動到嘅創意。你看嘅成分有乜嘅想法？有啊，你就會想講，哦，原來有假藥，跟韓國有可能。你做飯就是會加那個防腐劑。韓國唔空天自信就是得講啊，喺講你要動到嘅朋友，佢喺譬如說阿鳳拜一種吵嘅人啊，你就冇聽得懂呢類。係啊，其實加西扎應該形容，然之後吵鬧鬧嘅。對，做意味而家講咧，嘰嘰喳喳言講係吵鬧鬧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啊！嗰時我就會動認真來去看啦，甚至有上升啊動開嘅時間，我就會去嘅吉他茶進屋下，啲台北啊有搖擺就動呢片，有上會去到卡演到誒，去嚟下，去到拖延去，有一啲
太 Q 的吼，啊，就其他演到啊，看几大场次啊，喺样板落去，睇下啲咧无限物嘅，啊，看到睇下按边喵，就会同自己讲咩，我加油。真嘅懂有限诶。係啊，台灣中嘅生意懂行啲喎。冇啦，喺班邀嚟做按你嘅事情。班呀，班呀唔使那冇。你做那本日 on 機做那條事情。哎，有的潮是喺24小时。好有画面哦！我先去到崇文坤带下你吃饭啊，注意潮市讲啊，买东西，各位再去点四行茶，去到投影机，看见有画面咧。係講自家自吹啊，按你啊，我同落批嚟對花，哦，落批嚟。哦，真係聽咗啦！因為真嘅有片，不過最尾還有一些事件吼，阿自由來分享一下，用班員嘅享受，也係講中意這個13年嘅時間。公司採訪我係真認同中意7年13年嘅時間，因為我想那係冇13年時間發，你就冇辦法本7個沉澱還有點錢嘅下來，你係是唔是就會冇聽頭啊？誒，從我7個有的時，就算我係做成咩從應徵按有限嘅發，我愛做成發從金錢啊，同大家來分享到，因為從去年嘅時間，我喺線上就同家。冇啲鴉片，因為佢可能去攞杯做事，我就會非常的歡喜，因為我就做咗有13年嘅時間。你結婚做乜嘅呢？就有13年。哦，要記留下來嘅，嘅留下來嘅。因為人本身當空，看唔會股市，順風有你，可以他澎湃啊。唔錯 ，OK。不過其實可能我就會當然要買我一下食材嘛，我就會提前去到做些嘅片，我會先好一間咖啡堂，我就會先去咖啡堂食咖啡食酒，開始先做7個嘅細條，就哪天我來做些，做到差唔多過後，我就會去天台錄音。喺聊天過後，我就在個天天食材轉播卡，再去甲做飯，煮乜嘅菜瓜麵線啊，煙風大伯看到都當上我食。沒辦法，費用啊，就看下我13年嘅成法啦。我哋就食乜嘅秘魯啊、對卡，用個嘢就非常嘅豐富。我做嘅事情又有做，7個又不用送啊，又有7個 me time 嘅時間咧。其實就係講到13年在做咁多嘅事情，其實你本7個有一個成就感。唔過還可以提醒大家，你人已經嘅研究有發現，孤獨哦，唔係講故事，係孤獨感哦。呢一種事情有發現講，對增加死亡風險45%。嗰超過癌症、超過食鹽食酒哦，故作喺講假設出現呢一種嘅症狀，開始知道講有當多嘅負面情緒嘅下，聽說係因地講自己嘅情緒有帶來正面，也係負面嘅影響，將會影響到我嘅身心康健。我記得咯，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發太大個，再來聊聊，拜拜。13年都會有留7個相處嘅時間。我用一時間來創造7個嘅人生價值。某天唔上海會知道7個13年當故事，沒有可能唔當享受一種故事嘅感覺。不論期待本正面也負面嘅感受，全愛記得7個真係輕鬆嘅哦。